我是大家好，我是潘菊辉 Josephine Pan。今日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世界台湾人文化论坛，Thank you。我今日要介绍一个咱大家拢熟悉的 Simon Chen。Simon 是阮 TUF 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现任的会长。伊嘛是第二届啦，第二届做阮的会长安尼。伊今日要为大家来介绍 TUF 这30，咱应该35档35档以来，阮内容有啥物？阮办过啥物活动？歹势我是新竹的客家人，所以我的河洛话聊较袂练转，有当时会安尼。毋过呢，阮TUF 办足侪文化活动，尤其是30档来，若要讲出来是一大堆啦。毋过我知影 Simon 拢有甲咱大家小整理一个 slide，介绍互大家看。安尼，咱即马是毋是就开始请 Simon 来替大家介绍 TUF 台湾Taiwanese United Fund，OK？多谢大家，多谢这个Josephine的介绍伊叫我 Simon 啦，我可能是这较少年的，我来伫这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内面，这少年拢捌我的名叫做 Simon Chen。若伫台湾人这边拢会叫我郑良光郑良光对。今仔日我少年，其实我要讲的毋是大主题，应该是讲要来论台美人的文化遗产甲传承啦会有这个题目会想讲要讲这个题目是迄个1月初10到12我有受邀请去参加一个叫做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这是第2届迄是由这个一个叫做 Taiwanese American Archive 我想若有咧伫网络咧找资料的人，拢会去利用着这个资料，人要找一寡台美人一寡历史，拢会去遐找资料啦这张相是迄天我有去参加的人，因遮个人是按差不多美国各所在来啦按菲拉达菲亚啦纽约市啦Texas 啦足侪所在来去我所发觉着讲，咱这论坛虽然安尼感觉小小毋过伫遮介少有15%的人捌来参加过咱论坛，还是讲捌来参加过咱的这个做咱的迄个主讲者啦我若用这个 mouse， 你敢看会到？你敢看会到我 mouse 在叮当 ？Yeah， 会当看到会使。好，所以这位咱较你看到就是咱本是咱的台湾新基金会美国的会长啦我想我帮介绍人好啦，检查因无爱互看到因的相嘛无定着毋过因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后壁则是有会议室看一下有会议室遮嘛有一个展览室因足大手笔就是讲这个有外州来的人，因的飞机票甲旅社钱这个基金会拢负责安尼啦我是受邀请去做一个，因为因邀请的大部分因的对象是讲各地捌办过夏令会的主办人像各地台湾中心同乡会文化团体佮足侪第2代那顶头遮足侪第2代这青年啦伫顶头遮当然因即马迄天咧主讲的题目是由这个25的加州大学
因遐有一个台湾研究中心，主持人是廖炳辉教授吼，伊嘛捌来咱论坛讲过即个用台湾的当代电影吼，伊主要要介绍就是讲，因用啥物方法要来保存收藏甲传播咱台湾人留落来即个文化遗产啦。第二场这是因20当前第一遍的 Taiwanese American Conference， 经过20当后，佮办第二届，该是明年因要佮办第三届迄款吼。因邀请的对象就是讲，当任的即个会长，因拢会邀请入去吼。所以我今仔日要讲的，其实我是要用即个咱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吼，做一个 case study。做一个讲咱台湾人基金会到底有做啥物款？其实是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吼，是咱台美人文化遗产真重要的部分吼。因为伊按1986就开始啦吼，来个做过足侪 cultural night great performance，个228的 concert series grant，然后个一个 TF salon， 还是 AVT 啦。虽然讲即个台湾联合基金会有来做这样个代志，不过那整体看起来，原来是一个足小的部分啦吼。我迄天走去参加即个台湾的 American Conference， 我发觉讲咱台湾人即个社会力吼，伫美国安尼家己即个大家咧做伙，还是讲对美国的贡献吼，其实实在是足细啦吼。即个台湾联合基金会简介是差不多安尼啦吼。1986年开始吼，迄阵也是林亨哲、吴世民等等吼。咱的 bylaw 是欧维公律师写的吼。到1999年，我若无记毋对吼，差不多是迄开头啊。我咧培先4关50万美金做基金，做投资基金啦吼。每年咱即个台湾联合基金会会当摕即个投资金额的10% 出来做营运的费用吼。其中每年的即个会当用的金额1/3吼，就是爱摕出来做 grant， 互人申请。咱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理事拢调起工咧选吼，理事2年1任啦吼。目前即个理事的成员拄好拢是一代 1.5代，所以 1.5代就是讲差不多未读大学进前就搬来遐啦吼。个第2代就是美国生吼，拄差不多各占3/4啦吼。每个月拢有照起工开理事会安尼吼。即个台湾联合基金会跟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伊的 mission 吼，就3项足清楚啦吼。第一项就是要保存发扬台湾文化，第二个即个 mission 就是要做支持第2代是讲即个支持第代嘅 Taiwanese American 第三个目的就是要促进文化交流安尼即马瑞克，你若准备好你敢会当甲你的麦克拍开请你来报告讲咱即个 TUF 的即个 grant 会进行相关，你敢准备好啊？我点遮嘿。好，无咱就我敢会当先甲你访问一下。是无，没有啥物。我知影你即马是咧家己咧创业你咧开经即个太阳能的即个 management management。我敢会当请教讲你差不多当时搬来美国你家己的背景是啥物款？甲大家介绍一下好无？我会使就是，反正我咧开车，所以无甲迄个camera 开起来我就简单甲大家介绍一下我叫做 Rick， 徐就是双人徐我是咱台湾人基金会内底其中的一个理事目前是负责会长
所讲的这个内底其中一个 committee 就是 grant 啊，我想就是 quickly 我家己自我介绍一下啊，那顺便回答这个拄啊会长的问题哈。我个人是应该是属于1.5代啦，我是差不多10岁顺利开台湾安尼啊，我即马目前52岁啊，所以已经来美国来遮长的一段时间安尼尔遮长的一段时间安尼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讲，因为我毋是我至少台湾有受过这个小学教育啦吼，虽然是干那小学到差不多5年级，所以有部分的程度吼，有就是讲有接触到台湾的这个这个就是比遮生的吼有多一层的这个background 台湾小时候的成长安尼虽然讲来美国遮侪年所以我想对家己的经验来讲，就是讲我毋是完全的这个第二代的迄个想法就是还蛮有大部分的就是因为台湾有成长的这个经验嘛呢，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这个little bit of the background 呢，对我想惊重点毋是我啦，我只是简单家己介绍一下呢。你敢会当来介绍咱这个 TUF 的这个 grant 哈？目的是虾米款差不多有啥物人捌收过咱来申请过吼？免来申请，甲大家介绍一下好无？我想开，我想拄会长然后甲大家介绍讲 TUF 这个 grant 是阮其中的一个 committee 内底吼。我想 in summary 就是当年那是拄会长提到讲，阮会拨出一部分的经验来做这个 grant 的这个 purpose 透过来甲阮申请阮申请的方法就是阮的这个网站顶管吼有阮所有申请的这个procedure 甲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安尼。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社团会使透过阮这个 application link 来甲阮申请因所要做的这个活动吼来互阮这个 board of director 来 review 安尼逐年大部分差不多有拢有大概有差不多5到8差不多10个社团10个社团，都逐年差不多透过来甲阮申请摕到不同无共金额的这个 grant amount 来support 因的这个 event 安尼过去有不同的这个社团，我会使互大家一个就是一个 example 有遮大的部分是咱台美人店学校就是遮学生第2代的这个团体，因要举办一寡活动，就是不同的项目啦以前有过咱有过，就是要做文化之夜是讲要做这个雅琪不同的这个活动透过阮这个 application 来甲阮申请安尼。因这个团队敢是叫做 ITASA 哈？ITASA， 所以 ITASA 是其中的一部分像讲还有其他的这个，其实是真侪不同的 organization 对，阮过去这侪年来已经有甲因 support 过 ，provide 这个 grant 互因ITASA 是其中一个 example 像讲踮大学内底Taiwanese Ame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 甲真侪无共是讲 TACL 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 甲无共的这个organization 拢是阮过去阮有 provide grant 互因过安尼。多谢 Rick 安尼其实嘛是咱这 grant 嘛是拄好会当讲
咱这个 TUF 哈，咱的使命啦哈，还是咱的mission的其中的是讲，要来完成哈，要来后一代的迄个目的啦哈。是，好，安尼你敢有个啥物要补充？大概就是安尼主要的这个安尼无咱留伫较，若对 Grant 有趣味要知影较清楚的哈，咱留伫较顶下 Q&A 的时，咱有其他人来甲问哈。好，多谢 Rick 啊。即摆吼，我就先要来介绍这个，啥物是 TUF Salon 啦哈。TUF Salon 是差不多2007年开始的哈。这嘛是为着讲要吸引吼较侪第二代，还是讲无习惯听台语的这青年入来啦。迄阵吼，是咱开始想着安尼咧，因为过去阮即个台湾联合基金会，较常办的活动是文化节啊，还是讲即个 great performance， 就是讲叫做名家演奏系列啦，哈。毋过这一个困难啦，哈，就是讲主要咱伫即个较大型的即个活动的时阵，拢是用台语，第二代听无啦，个因为拢去做饭店，用个足侪钱，无遮侪钱，到尾拢去互饭店趁去，会当剩的即个，会当去募款的迄个金额是有限啦，吼。到尾吼，甚至讲要干那要互拍平吼，就真正真困难吼。个这较重要的一个要办 TUF Salon 较重要一个原因吼，就是讲咱台湾人吼，咱台美人吼，比较其他的族群啦吼，会保持母语的即个伫家庭有咧使用母语的比例吼，我是感觉讲比别个族群较低啦吼。介少相对于韩国人，还是讲相对于中国人来讲，咱台湾人移民来入美国的家庭，即个母语流失的速度变较紧，这是造成一寡变做讲，即个咱两代之间吼的沟通啦吼，咱文化的传承吼，拢有一寡较不利的所在。好，安尼这就是现在迄当时开始要来办即个 TUF Salon 吼。第一场我会记得足清楚，迄是第一场是阮兜办的吼。伊的主题叫做 Writers and Publisher Dialogue。这个人拢变做讲，即摆拢算讲拢真有小可有成就的人吼。像这是郭淑安郭淑安伊捌做过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会长，伫做这个，伊即摆是伫即个台中台中中山大学的病院咧做副院长，主要是拢关咧做即个老人学的社区的部分即部分。这Charles Yu我只拍字拍毋对去，Charles Yu伊即摆拢咧做即个电影、电视的，伊写作的中间，足侪去互即个电视公司来买去即摆咧show manager 迄当时抑个开始2001年，抑个无像即摆遮尔出名即摆若伫美国的社会人讲，超少若对文学有趣味的人，检查拢会捌你。Elvina 恁迄当时是伫迄个一个出版公司出版公司咧做编辑。即个老马这张阿天迄当时伊拄咧读即个 UCLA Law School，伊有写一本即个 Steven Frisco 迄款所以嘛招伊来参加运动。佮后我即个日期合地我小可记起来。即两场我嘛拢无留相片真无彩是请即个我记录内面是有
蒋伟文教授来讲，伊是讲后殖民地的即个台湾文化甲文学第二种的即个沙龙就是咧讲到即个讲电影啦还是讲艺术设计即种的沙龙。即场我是感觉印象互我上深啦因为这是 Jim Lau 伊即摆是迄个 Formula D 即个创始人啦Karen Lin 迄当时伊是有做一个电影公司叫做 Zuzu Film， 伊来放两出 short film， 一个叫做 Perfection， 一个叫做 Spoken Words。Warren Hu 伊的背景也足趣味的，伊是咱讲叫 Star Wars，Star Wars 迄个 conceptual drawing 是伊画的伊的背景是应该是即个 economics， 伊读 Berkeley 伊的经济学。Bob Davidson 伊是经过咱迄当时一个理事叫做啥？我现在讲袂起来。伊下面翁拢去读哈佛伊就是我介绍即个 Bob Davidson。即个人伊本身伊背景嘛足趣味，伊是读迄个VFA、MFA， 就是讲拢读艺术啦到尾去研究所读艺术了，伊去读哈佛的 MBA 啦。伊讲一句话，互我到即阵我个印象诚深就是讲，你若是要教囡仔，要训练囡仔要来做一个创业家上好是鼓励去读艺术学校啦，因为家己两个囡仔拢嘛送去读艺术学校，是讲即个艺术的教育含即个伫商场的即个课程的迄个基础含伫要创业的机会即个训练诚共啦伊讲几项啦第一就是讲，艺术的训练就是讲你第一你就是会当接受人的批评啦。你艺术校你的即个作品出去的时阵，有时教授还是你的其他学生甲你批评了讲无一定是拢是好的若是歹的时阵，你有法度人来 fence yourself。我的创作我就是安尼我是安尼会当起来即方面的能力啦第二就是讲你deadline你袂当拖沙，你若通答应讲某时某你要交出去的时阵，你若报道要交出袂赴，你就out出你即个工程嘛是安尼嘛你若无开始。你若无照时间来完成你后壁人搁咧等你无法度继续进行第三项就是讲学习训练 teamwork 来2009年咱搁有伫即个一个叫做 X Museum Echo Road 遐Nami 嘛伫遮迄场应该是 Nami 是叫刘白来办的我会去迄个所在介绍你在伫 Pomona 迄款即个 Pomona 无毋对迄应该是刘白，即个艺术家伊嘛真敢拼就家己去租一个伫迄个shopping center中间的一个所在来做一个明星咧2009咱有去含个 USC 即个设计学院迄个合作啦即个 Heaven Linker 即个是伫台湾生的人伊即摆是做到即个 USC 的即个Roski School of Fine Art and Design 顶的，伊做到院长的所以请人来讲即个 Define Design 好，安尼Eric 你嘛先准备一下我来讲现在叫做 TUF，TUF 是即个 Taiwanese United Foundation 的感谢即个台湾 United Fund
叫做这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啦。我现在调感觉这个联合吼，开始用红的呢，因为吼，咱若离这个较老辈吼，啊，伫住伫南加州的，拢会讲一个笑话啦吼，就是讲吼，迄个台独联名吼，无联名啦吼。啊，海外组织，海外组织就是迄阵啊，柯信良因遐伫遮办的一个政治团体，叫做海外组织。用海外组织无组织，啊，台湾联合基金会无联合啦，哦，这是一个笑亏啦吼。我即摆来邀请吼，咱即个 Eric Yan 吼，Eric Yan 伊即摆伊是即个TAP 吼。就是叫做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 吼，诶，现任的会长 Eric 吼，来甲咱迄个分享者。Eric，你敢有伫遐？有Simon我伫遐。有吼，安尼吼，啊，你敢袂当来阮小可来介绍你的背景？你当时搬来美国的，还是伫遮生？我是伫洛杉矶生。哦，你是洛杉矶生，所以你算第二代啦，吼。对，第二代。哦，OK，啊，你即摆咧做啥物工课？我是离的两个银行，Capital One 与 Discover 的合并。好。我即摆听伊讲吼，即摆遮个银行吼，足侪少年人拢遮个人足爱去银行上班呢，敢有影？讲迄拢好诶 job。有啊，做做人上班对。你想袂到呢？想袂到哦，即摆足侪人遮爱去遮 tech 诶少年人爱去银行上班。对。你即摆你嘛是代表即个 TAP 嘛吼？来咱即个联合基金会做一个代表啦吼。你敢会当小可来介绍即个 TAP 吼是啥物款的组织吼？含 TUF 的中间有啥物款的无共款？你敢会当甲大家小可说明一下吼？TAP 是 Taiwa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s，阮是代表台湾的文化，所以we are really here for Taiwanese American second generation, and we were there to promote the culture, Taiwanese culture, and that's kind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AP and TUF, where we want to focus on promoting the culture, Taiwanese culture, to Taiwanese American second generation. And so we do that through creating a bunch of events where we emphasize networking, cultur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we want to represent and preserve Taiwanese American identity. 我知影讲吼，你几个月前你有替即个一出电影吼，叫做即个 Weekend in Taipei。Weekend in Taipei，是迄个威利燕吼。对。威利燕做 producer 的吼。我听伊讲，你迄场办甲足成功吼，拢总安尼足短时间，办甲足成功，400几个人去吼，迄个 venue 嘛，听伊讲是拢是一寡较主流的伫好莱坞的人去遐咧办的一个 venue， 你敢袂当甲大家介绍一下？阮是跟我一样是迄个 producer， 迄个电影 producer， 然后我隔差不多几个月，我们create an event together where we wanted to promote 这个电影 Weekend in Taipei together, and so we gathered a lot of like a bunch of like Ferraris and Lamborghinis, like a lot of supercars, because Weekend in Taipei 是一个电影 promoting street racing, and so we wanted to create an event that kind of ties into that street racing car theme. And yeah, it was a very hard endeavor, but in about a month we were able to
create an event that showcased the movie. And 这个 movie 是 entirely 拍在那个台湾. The entire movie was filmed in Taiwan only. It's the first blockbuster 电影在那个 US 那个在 US showing where the entire film was actually filmed in Taiwan. So that's the main reason of why we wanted to help promote this movie. 对，我含即个 Eric 吼，计划讲要伫即个2月后个月第2礼拜吼，要来讲因即场吼办的即场 reception 吼，为台湾的即个 Weekend in Taipei 吼 reception 的经过。主要是伊可能伊会来介绍讲，因是安怎较会当讲伫1个月中间，伊含 Angela 阮另外一个理事吼，用200点钟的时间，办到足好诶。我是讲即个 process 吼，其实实在是足值得吼来大家分享啦。我拢来讲，这是一种诶创业家诶精神吼，即个 entrepreneurship 诶精神吼。迄天伊会秀咱一寡相片啦吼。我是甲伊 challenge 啦吼，我是感觉讲，实在是 Eric 伊无简单吼，伊是洛杉矶生吼，伊拄啊，你有听讲他拄啊安尼较平常时阮的即个对话吼，用台语咧对谈拢无问题吼。只想讲一点嘛，尔。袂歹啊啦。咱即个论坛就是讲，尽量要鼓舞讲吼，无使晓讲台语的人吼，嘛咱会当来试看觅啊。因为咱台语咧袂安尼强要无去吼，主要是讲台语的人拢毋敢出来讲，而即个公共场合拢毋敢讲台语吼。所以我是甲 Eric 来挑战啦吼。我是讲要做一个创业家吼，咱拢爱毋惊失败啦吼，拢爱敢讲walk out from our comfort zone 啦。语言的使用嘛是安尼嘛，像讲我的 comfort zone， 我是讲台湾话啊，毋过我 walk out from my comfort zone， 我迄天要来讲英语，我要来 challenge 一个 Eric 吼，咱来讲台语吼，来看觅啊，吼 ，OK， 感谢Eric， 多谢你哈，多谢 ，OK， 好来，我即马来换过来这边。是 Simon， 咱是Taiwanese United Fund， 毋是 Foundation， 对 ，Fund 啦，我是你写，我了解，我是想讲，行一个fund吼，较无成一个基金会啦，就袂输讲一个迄个 mutual fund 迄种的性质。咱有讨论讲要改，毋过较惊麻烦，讲爱搁改脉络啥物物件。所以煞无改过。我是想讲，安尼讲一个 foundation 啊，较迄个较符合咱咧做诶工课啦。尤其较早可能逐个人咧设基金会时，英文无够好，就去甲设做饭去安尼。Simon， 嘿，我是英辉。英辉，我若无记毋对去。照你讲是台湾是 United Foundation 啊，咱这个脉络是 adopt from 芝加哥迄个廖树忠教授迄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安尼吼。我若无记毋对伊啦吼，因为我以前有国立北董事长，有迄个杨子清嘛吼，搁前是迄个林恒哲医师嘛。大概咧开会时，我捌听过林医师讲，这个脉络应该是 adopt from Chicago 迄个 Taiwanese United Foundation。这个脉络的 drafter 是照你讲是迄个什么人？欧义光 Window 吴伟刚律师，好 original 伫遐啦。但是要真正有 officially adopt from 迄个脉络来。加州成立的时，这个我没有 confirm， 但是拢是因为迄个时阵林恒哲医师就是为了要 promote 这个台湾人的
young performers，真侪遐少年的 pianos 啦，吼 violinist 拢伫洛杉矶嘛，啊，所以伊就成立这个这个会是 original 啦，伫洛杉矶是林则雄医师先开始的，啊，伊中间有足侪人就是拢伫音乐界，拢大部分拢是伫有几啊个伫即马伫迄个 LA 参加这个乐团的，拢伫迄个时阵有去这个联合基金会 promote 过一寡迄个young performer， 即马拢已经中年啊啦，已经做30年前以前的代志啊啦吼。所以我照你讲应该是安尼啦，但是 original 应该是对廖树忠教授迄个台湾的联合基金会啊。所以不然那也变做台湾是 United Fund， 我就感觉就我没有考究哦，我嘛无了解哦。应该是迄个买路是写顶头是写台湾是 United Fund 啦。哦，安尼哦。讨论过讲是毋是要甲改做 foundation， 啊，大家想讲要改买路，爱大家整体拢爱。即中间因为即中间有可能这个真正讲对廖教授遐来，这个传承的中间，可能有就是我毋知影讲这个脉络，你知影迄当阵开始咧引爆这个时阵，无讲足 clear， 我家己嘛无讲足 clear 去 follow up， 讲这到底是拢是听因遮长辈伫讲的啦，吼，就是这样啊。对啊，嘿，遐 documentation 吼，可能也无认真去看，因为这都已经成立的物件嘛，所以足侪物件无 confirmation 啊。毋过咱即马政府登记的正式的名是 Fund 啦，还是 Fund 吼 ，OK。California， 咱迄个 corporate book， 还有 California， 你若要查咱是毋是这个 charity organization 啦吼，你若查。California 查IRS 拢是 United Fund， 是安尼伊 translation 讲联合基金会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所以这点我就无讲详细安怎。我就相信讲可能就是当初因来，可能咧加州咧成立的时阵，因都用这个名，应该是。你讲 Chicago 传承，你讲传承咧是咱。嘴会使讲，毋过你咧加州你一定爱成立嘛，因为咱是靠咧卡对，就是讲迄个成立，迄个 original 成立，迄个 charter 成立的时阵，那个因为不是我嘛，毋是第一个，我是已经 follow 遮前辈啊，来到我的手啊，我后壁佫朱青嘛佫讲嘛，朱青佫做一届嘛，吼，所以我就不晓得对啦，迄个。拄则咧讲的，这是赖英辉哈，伊是咱即个台湾联合基金会前迄个理事长哈，前会长。较顶啊，咱 Q&A 进前，咱会佫有一寡时间来回介绍啦哈。毋过我相信这嘛袂要紧的，咱正式的名是登记的名哈，咱的 IRS 的名是台湾的是 United Fund 无毋对。毋过咱会当用一个 DBA 啊，the Doing Business as United Foundation。安尼嘛是无啥物要紧啦啊。拢会使。我咱沿用遐尼久的名，我们就 keep 那个。原来就是讲 TUF 啊，就是台湾 United Fund 安尼吼。我其实伊糊涂去拍毋对，所以我这个甲问啦。我来讲，我先来讲无 confirmation 呢，因为足侪人讲的版本都不一样啊。对啦。因为照律师讲，律师是讲 foundation 啦，但是是毋是咱去讲搭这个脉络来先，嘛无经过律师嘛有可能啊。就怎抄一半嘛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咱 move on 啦吼，咱还佫有足侪爱佫讲着，今仔资料足丰富啦吼。这个物件吼，就是你来看，这个而家咧讲的，这个是我原来我20当前我就秃头啊。这场办个足成功是迄个 Cerritos Library 办的啦吼，办个足成功吼。
来，啊，这张就是拄则讲到，就是 define design 是 TF 沙龙的一个部分的 UAC 版啊，咱嘛有办几场伫遐咧变做讲啊若，伫遐咧讲要迄个，互台湾人有即个台美人的意识的一款沙龙啦啊，我是讲即场，即场这场特别有意思啦，就是讲 becoming Americans the Taiwanese experience。啊，会有即个节目应该是拄好迄阵即个公共电视因有拍一个系列的即个有关 becoming American 啊，各族裔各族裔的经验啦嘛有讲啥物 the Chinese experience。The Japanese experience， 啊，但是就无 Taiwanese experience 我想无咱就来办一场啊，这参加的人嘛拢足趣味啦我按即个上较侪岁，就是讲因1960年代就搬来美国的是王秋心教授伊最近拄过身无偌久啊，伊是算讲伫即个台湾独立运动内面真重要的一个人伊较出名的，互我印象较深的是办即个台湾新社会啊，当初台湾通信拄好当要创立的时阵就是含伊用同款的办公室受伊真侪帮忙。我爱特别讲的是即个 Chuck 即个 Chuck 谢这写毋对，应该是 H 伊是去迄 Afghanistan 阿富汗战争转来的退伍军人伊伫遐咧讲伊啥物时阵较感觉讲伊真正美国人当然是伫遮生的啦毋过伊的迄款题目是我感觉讲伊咧讲就是讲，因为阿富汗咧战争的时阵伊边有黑人有白人有墨西哥人啥物物件，但是当因伫遐做伙伫遐咧面对敌人的时阵，伊感觉迄种的美国人的意识就真正规个拢走出来，伊也袂去想讲伊是啥物款 American， 伊就是 becoming American， 这是真趣味啦遮有四部若较早较侪较有年纪的这第二代拢会捌伊写一寡著作拄车咧秀咱遮有讲过，这圈是迄当时伊是迄款迄个也是演大海的款，迄款的迄叫做啥物款 School Board director Erica Wheeler 介成是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毋是 J Chen 啦，是阮朋友的查某囝，伊是咧 finance 方面的专家安尼啦。对J Chen 伊较早伊嘛捌选众议员选无着嘛无，迄当时该选都无选着嘿。迄当时伊是迄个 School Board 是 director 我记无对，是 Erica 迄是你介绍来迄当时伊嘛是做咱的迄个 team 的 board member即场了其实我迄阵有想讲要过来办一场Becoming Taiwanese The Taiwa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我会想讲是足侪伫台湾搬来进前拢伊想讲伊是 Chinese 搬来美国了后较误着讲毋是呢，我是 Taiwanese 这嘛是真趣味的一个题目，但是一直无机会咱办去2000年即场我嘛感觉足有意思啦咱去请一个叫做 Gil Tam，Gil Tam 是专门伫 AAA 就是啥物迄个啥物 American， 我即记袂起来，反正就是亚洲Asian American 那款啦，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伊专门咧做 career coach， 就是主要咧教人安那教一寡 soft skill 就对啦伊是算做讲伊是按即个香港移民过来的第一代移民
伊含伊老爸拢开中国餐厅，所以一直爬到伊变做讲是 Southern California 吼VP 迄当时算做讲你 Asian American 拢有一个 glass ceiling， 你就是做到一个程度，你就爬袂起啊。所以伊是邀讲来讲一个题目吼，叫做 Asian American in the Corporate America。伊迄主要伊咧讲的对象是即个人民长老教的 high school 或者即个 choir 或者 member 吼，所以我感觉这是真趣味啊吼。在2009年，个在 Emerging Voices of Taiwanese American 吼，这是 TACL 个 TUF 吼做伙办的。这场我介是无参加到，但是我的记录内面有吼。我的记录是 George Wu， 就是5礼拜囝做 moderator。这场是 UCLA 叫做 Michelle Chen 吼，我有去参加，伊嘛讲啊真趣味啊吼。伊的理论就是讲，伫美国的即个族群的关系，就是讲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 playground 恁即个 playground 爱家己去经营安尼啦吼。我印象伊讲的大概是安尼个款。这是拄则我咧讲的 Becoming American 的 Taiwanese Experience， 有一个 flyer， 个一个 flyer 吼，就是提来吧。咱嘛有一寡较轻松的沙龙啦吼，就是讲看是要来品酒啦吼，还是讲伫迄个2011年的时候，较早拢有去迄个伫该是 San Marino 的款 San Marino 的图书馆吼，一个叫做 Crowell Public Library 办，我会去介绍连续办3-4年，主要迄时候是 Jerry Liu。阮另外一个原来是第2代一个，即卖是壮年啦吼，青年吼，去遐 organize。因为我较远，我所以拢无去看啦吼。但是我记录内面有，我就甲写落来安尼。这是迄个拄则咧讲的迄个品酒的即个沙龙吼。搁落来吼，我来请即个。潘教会 Josephine Pan 吼来甲咱报告吼，伊是咱即个28吼心灵日啦吼，即个系列的 chair，伊嘛是台湾文化局目前的 chair 吼，所以是毋是你迄个Josephine你来讲好无？大家好哈 ，again， 我是 Josephine。即卖已经是1月底吼，所以我即卖嘛开始咧，已经准备不下长的时间 for 这个228吼228台湾甲心灵日吼，这是阮是用客家话来讲即个名，讲台湾甲心灵日。即个名是其实是为阮阿姑吼，阮阿姑是叫做杜潘方格。你会使 Google 伊的名吼，方是芬芳的芳，格是格子的格吼。伊伫台湾文学界内面嘛，不只有出名，所以伊的名我老早我就。因为伊上早其实是写日本诗，后来都当然伊就写客家诗吼。毋过我有读过伊的诗，毋过伊当初出版的时阵，伊迄客家诗。我相信是伊的囡仔替伊写的啦吼，伊的囡仔的客家话拢我们客家话叫欧爸爸，就是毋是就讲客家话吼，所以因写的迄个迄个 language 拢毋是足正确啦，所以我感觉了足可惜的吼。毋过 anyway， 我即个台湾甲心灵日迄当阵是阮阿姑伊住喺美国。伊住喺美国，伊就即首诗伊写好以后，就交互我，就讲看恁敢会使甲谱曲吼谱曲。迄当阵，因为阮做2档的迄个客家音乐会，所以我有
就请迄个黄令先老师做这个课安尼。我本来其实是请郑志仁郑医师啦，不过我感觉郑医师写的阮唱起来，阮感觉就讲较无客家话，所以后来阮就 adopt 黄令坚写的这首安尼。为遮开始吼，我先为2003年来讲，2003年迄当阵 TUF 办一个名家系列，都郑志仁医师都有来。迄可能就是我甲TUF 结缘的地方啊，我有去听迄场的音乐会，听煞以后，郑医师的歌，大家拢足满意的。阮就甲问讲，阮会使甲改客家话无？伊讲会使啊，恁做你改无要紧，有人咧唱是上好的代志安尼。所以呢，到后来阮都是开始做，我连续做2档吼，客家之夜啦吼，一个叫做阿爸该记了，就是用郑医师的阿爸的风吹，过另外一首是5月的风铃安尼，这些。2005、2006 2档嘛，都是郑医师回去以后，阮有一档2004是办一个客家活动，是办画家的演讲。后来都这2档办煞以后，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讲我这个客家音乐会，好多人拢不爱来听。OK， 讲几个人甲我讲，恁讲的我拢听无安尼，所以我就有 frustrated。不过到2007年的时阵，迄当阵就拄好拄着228的60周年，60周年的时阵，迄当阵我就咧看讲，奇怪，大家拢办活动拢要经 weekend 来办啦，礼拜当日煞无活动安尼啦，所以迄年的迄个我袂记哩，迄年礼拜是拜几，不过。阮就为60周年，228 60周年开始，迄都是2007年啊。我就毋是讲用客家的音乐会来办，迄个title我都是讲叫做台湾的心灵日吼，都是来做228的纪念音乐会，228的纪念音乐会。我因为Simon讲叫我爱讲咱 TUF 参与这个过程吼。我看下，我第一届办60周年的时候，我80%以上拢是客家的节目呢，都是郑志仁的歌，不过是用客家唱的。迄当阵替我唱的吼，嘛有阿家、单家伊有来唱客家话。个半音合唱团就是只有最后那一部分，迄部分是唱好老的吼，有唱台湾最青啦、美丽国度啦吼。不过因唱客家的台湾的台湾甲心灵日，所以迄当阵我有教因唱客家话，所以这是第一摆办这个台湾的心灵日，这个音乐会。所以后来阮都有一个坚持，就是讲爱228的当天。我办2、3档以后，办第一档，这届办煞以后，第2档要办的时阵。Simon 就讲，伊出钱啦，叫阮搁办啦。伊讲无钱都无人要办啦，爱摕钱出来吼，就有一寡少的会较认真去办安尼啦吼。所以阮就有一群人都继续办落去，一直到2011吼 ，2011 Simon 迄当阵做会长啊，所以 Simon 就讲我应该是2006年的时阵变迄个 Ted Chen 吼，就请我来做理事大家投票，我就变 TUF 的 board member。所以到2011的时候 ，Simon 就感觉讲 TUF 应该嘛爱来参加，因为我已经是 TUF 的理事嘛，所以迄当阵理事会就通过，就是 adopt 这个。台湾甲心灵日变成 part of 咱 TUF annual event， 所以我即马为2011年以后所有的第228的音乐会吼，你若看阮的 program book，
迄个 TUF 的名都开始有出来，就是为2001年到呾，所以 until now this year will be 第78届，所以是咱第19届来办这个228的音乐会。我今日咧Facebook 顶管我就看到讲2020 2020迄当阵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迄年的迄个挣扎足大的，爱办还是爱 cancel， 爱办还是 cancel。结果咱也是办啦吼，迄届也是办来差不多70外个听众而已，是可能是上少的一届，不过迄届咱有准备口罩吼 mask， 还佫有迄个 hand sanitizer， 所以互大家较放心来参加。所以到即马，咱变一个 tradition。And I'm happy to keep this tradition 吼，因为我感觉咱有固定的人拢 expect 讲228迄天吼，都是要来参加这个音乐会。当然我感觉 TUF 就是 TUF 的 board 嘛是足支持，所以咱逐当这个是 free admission 的 concert， 咱逐当拢爱开差不多4-5千块吼。来办这个音乐会，因为你爱请一寡音乐家，较少年的音乐家，你嘛爱甲因鼓励。我感觉几啊当前，进前拢有几啊个音乐家，拢是来遮读册，师大音乐系毕业吼，来遮读音乐，声乐家像谢梦洁啦，吼，还有张纯涵。因拢即马咧转去台湾，还有一个陈慧茹，因拢即马拢转去台湾发展，拢发展了袂歹，所以我即马佫爱开发一寡较 professional 的 singer 吼。毋过咱我今年的方向呢，都有行较少年的 performer。我今年有一个 children's choir 会来，我感觉少年的甲囡仔来参加有一个好处，也是外国人来参加有一个好处，就是讲 they need to learn the history， 伊就爱知影讲咱这个音乐会背景是啥物，咱是安怎要办这个纪念音乐会。安尼你228的这个事件，这个代志，佫咱台湾人向前行的迄个心，迄个方式，咱的心态吼，才会表现出来安尼。我因为我前几冬拢有请一个美国的小喇叭手嘛，伊旧年袂当来，就佫请另外一个，今年因2个人拢要来，吼，2个人拢要来，所以我今年佫有小喇叭的 duo， 就是双小喇叭，所以 very very interesting。我家己嘛，因为安尼就收获很多啦，吼！逐摆我家己拢看甲，家己一直流目屎，这就是台湾甲心灵日这个过程。佫一项大代志咧，阮这个阿哥就是写这首诗的阿哥，伊一个外孙，伊咧美国出世的，我毋捌见过伊哦，伊即马34岁，伊前2礼拜前甲我敲电话讲，伊要为 Oregon 飞来，伊要参加这个音乐会安尼，所以我有拜托伊爱唱这首歌，伊即马有咧练习，所以我感觉对咱来讲嘛是有一个鼓励性啦，吼。这是228台湾心灵日这边，若讲文化之夜，我等下 Simon 一直有咧讲，一直咧吹讲咱文化节啊，足久无办啊，吼，咱上尾一届应该就是2017，佫2018，伊有办一场是讲茶的吼。以后咱都一直都无办这个cultural night。当然要请 speaker 较困难吼。我拄着真侪人会甲我讲的迄个 issue， 就是讲，你即马要请政治人物也很难吼。有的人就感觉讲，恁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听到台湾这个名，因就感觉讲你生理人伊若要挖进洞，伊就较歪吼。除了咧2012年那个艺美的迄个
高老板之外，吼，伊是就 pro 台湾的迄个线，伊足强的，表态表得非常明显。除了伊以外，其他的人去 approach 拢私下会使，啊，你叫伊公开，伊拢较保守。啊，我感觉另外一个咱面临的问题，就是讲，因为咱即马，咱是为当时开始，2007 or 2008，咱 TUF 开会嘛，开始拢是用英文嘛。啊，咱的迄个 meeting minutes 嘛是用英文，都是因为安尼少年人才有可能会加入，所以咱诚济较少年的 board member。啊，毋过嘛是安尼，咱要准备即寡节目的时阵，比如讲文化之夜，你要请安怎 speaker 吼，嘛是了了啊，咱有 conflict， 有的人就讲啊讲英文我听无，啊有的人就讲你讲台语我听无，还是你要讲北京话，还是要讲客话，咱有拄着即个了了啊 conflict 安尼啦，所以文化节啊，我知影 Simon 就兴要请即个健身房吼。Anybody has contact with 健身房？啊，不过我个人其实我有几个人有一点兴趣，不过 language 一直是我一个 concern 啦，我就想讲 I don't know whether I should pleas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要互较少年的讲因会使来参加，还是较老的吼讲因想要听什么人要来讲的，所以这个 conflict 我家己嘛一直咧冲突安尼。啊，不过我感觉 TUF 基本上来讲，踮咧咱洛杉矶的社团内底是very stable and very steady 一个社团，而且我们在这个艺术哈、艺术甲文化的领域，一直拢是pretty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 would say。就是讲，咱当然毋是曲高和寡，不过我感觉咱行的路线也是give us a feeling that we are proud Taiwanese American。啊，当然我感觉过去的会长拢是 good leader 吼。你若看咱的过去的请过来表演来讲的人，我相信恁大家拢会带着。我家己在2011 and 12时阵，我有做过会长嘛吼，所以迄当阵我办活动的时候，我拢甲咱的办过活动，我拢甲 list 出来。啊，我的目的就是讲，互大家知影讲 ，we have done so much。Simon， 我拄仔小算一个 ，we're gonna be 40。咱 TUF 要40档的。对啊，咱今年49档啊，明年40档。对啊，是啊，明年就40档啊。我一直咧想。你拄仔讲迄个健身房哈，这边迄个 AMD 的迄个苏志峰因老爸吼，杜春怀有来啦。啊，我有加减啊讲，伊介先讲，可能要拜托伊请，伊毋是讲遮尔热心啦，讲要邀请我介绍健身房吼。介绍我有甲提起即个代志啊。因为你毋是请阮查某囝，你要请健身房。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啊，你若无请因查某囝，系啊，数字你说不定。这人拢足无用的啦，所以是。毋是讲伊无爱，主要是时间太无用的。Yeah， 啊，咱文化节啊，吼，你若看，你即寡人的名拢下叫啊，吼，有影是讲起来有影是I mean very impressive， 啊，若是大家若有趣味啦，我毋知影咱的网站。你来看咱的网站看啦，吼，那有趣味要较知影这 detail 的吼，会当去迄个 tufusa.org 哈，会当去遐看。虽然今仔无时间，人一个来去讲。不过我讲到即个文化节啊啦，吼，我感觉讲咱的即个咱TUF传统吼。含迄个音乐吼，足有关联啦。啊，拄则有讲着透过音乐啊，会当讲来了解即个台湾文化吼。我印象上深的是，咱差不多伫含即个当时，介是2010年伫含迄个 Florence Symphony
合作迄场啦， Torrance 啊，是啊。嘿，伫 Torrance Symphony，你办2档，一档你做会长的时阵啊，你 set up 啊，第2年搁一届，2届办2届，对，啊办2届。因为迄场吼，我感觉较有可惜，遐相片吼，我拢无留咧，毋知大家有应该是甲翕咧。迄个萧太人还搁伫咧，吼。是啊了后，朱青咱去组一个，迄场咱是和 Torrance Symphony 合作，啊组一个后尾100人的合唱团来唱迄款迄条迄个正魂曲，1947正魂曲， 1947个迄个 Prelude 序曲嘛，吼。嘿，啊，迄个指挥是请一个叫做 Frank Feta 啊，来做指挥。啊，伊伫南加州小可有名气啊，吼。伫这啥物 Orchestra by the Sea， 伊拢伊咧指挥。啊，伊甲我印象足深诶，因为因遐可能 Torrance Symphony 遐足侪以色列人诶款，足侪犹太人诶款。啊，伊伫遐，有一个叫做 Pre-Concert Talk。啊，伊介绍228即个含这萧太人作曲的背景吼，我是感觉讲伊讲甲足好诶。啊，事后有因遐有人写批来写 email 来互我，伊讲吼，伊去吼，伊毋是去听一个 concert， 是一个 cultural experience， 所以是我感觉伊即个 comment 互我感觉讲哦，这实是通过音乐吼，啊会当强烈辐射吼。你讲倒来228即个 concert， 我是感觉讲，即个咱这个台湾界心灵日即个传统爱继续啦吼。因为吼，我抑搁毋知影讲有别个场吼，用客话含英语吼来咧纪念228个。啊，足侪拢是变做用即个受加害者的语言来咧纪念228安尼啦吼。啊，所以是有的人会感觉讲安尼去安尼参加用即个北京话加害者的语言来咧讲228吼，啊小可会毋甘愿安尼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即个 UF 即个爱继续。啊，市政拢你爱去甲鼓励，伊用迄个念迄个杜海悲歌吼。台北歌是伊的拿手戏哈。对啦，对，啊，迄我讲，迄就是较常念的吼。啊，个 Christine 咧念迄个，迄嘛是袂歹，可能一个百合花吼。迄伫 YouTube 啦。经典啦，嘿，这2个是经典啦。对啊，迄是64周年嘛，我会记是64周年的新念的嘛。所以迄种物件留起来，迄个 Thomas 迄个吼。你敢有录起来？你应该有录影。有啊。无你即摆已经甲加出来，单独甲加出来吼。有啊。有吼，哦，安赞。我甲你讲，这嘛是咱社团内底，就是咱安尼一直做迄个黄树人啦。嘿。伊即嘛人咧台湾，毋过伊228拢一定会赶转来，伊拢有替我，伊当好啊，伊拢会建起来。呀，啊，个另外咱即个体育含过去吼，那含即个。萧太人教授真有合作啦，吼，是含早期的时阵，啊，伊咧做一寡即个嘿，咧创作的中间咧真合作。好，安尼好，无咱 move on 啦，吼，多谢小视频来介绍。等来遮。好，即马来要讲即个 AVT 啦，吼，因为本地是。TF Salon 啊，到2012年的时阵吼，感觉讲咱来做一个即个改名啊 ，rebrand 啦哈，叫做 AVT 哈。啊 ，AVT 伊的本来吼，伊的即个构想就是讲要用即个艺术art 商业business 啊，甲毋即 technology 甲科技吼，啊，即少年人较有趣味的即个。题目吼，啊来写这第2代入来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叫做 AVT 吼。啊，也拄好即个名拄好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吼，所以是安尼吼。啊，这是办足侪无共款的即个 AVT 啦吼。啊，即场是咱邀请即个
吴忠祥吼，伊即摆是算伫台湾，算讲正 top 的一个台语文学的作家。啊，正平这位是迄个台湾罗马字协会诶前会长吼，啊嘛是南社的前会长，啊张福柱医师吼。啊，伊就是迄场办了吼，我今仔日想迄个时间有限，我无机会通放讲伫迄天咱伫即个会馆的遐翕的相。啊，我这过顶工伫阮厝办一个 reception， 啊，佮邀请一个吼，即个就是即 Jennifer Chow 啊，啊，即位是即个吴忠祥。我邀请因两个写的题目小可拢有关系。Jennifer Chow 伊是写一本小说，长篇小说叫做《2288 Legacy》啊，主要嘛是咧写一个228的受难家庭吼，啊来到美国了后发生的代志。啊，吴忠祥的小说伊是写国外的人吼，啊嘛是咧讲着即个有牵涉的228即个故事啦吼。啊，来遮就是办2015年即办一寡少年人较爱的迄个 topic 啊，就是咧讲即个 digital marketing 啦啊是伫即个 Olympic Connection 迄个所在办的啊，主讲者是 Daisy Hong， 啊，伊是即个 Amazon 的高级主管所以伊会当透过伊的关系，就请一寡。像这是 VP， 这 Grand Solution 这伊是我同事来分享讲，迄个 digital marketing 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安怎做啊，伊迄天第一时也有放一个底片啊，主要是咧讲这个 Coca-Cola 介大声的第一个广告是安怎啊，这场办了真成功，所以佮继续佮办第2场啊，拄好阮的理事内面有一个叫做 Nikki Deplora 因老母是台湾人，啊，可能嫁互外国人的款，啊嘛请伊来讲一个叫做即个有关广告的即个题目啊，主要是咧讲啥物即个天衣世代啊，因的消费习惯是啥物款安尼我来这嘛咱有个办即个要哪做即个 entrepreneurship 即个 salon 啊，这是阮一个理事去甲即个 WeWork 借场地啦啊，迄个场地是伫倒一站呢？是伫即个东趟第7街第7街所在，第7街遐有一个 Fun Art Building 啦啊，因的应该是第7楼啊6楼，有2楼拢用过来做 WeWork， 结果因去甲伊招阮本地想哇惨啊，这咱的budget一遍600块敢有够？结果去WeWork 免费，免费个比如互阮留免钱因为因嘛是要 keep in 即个 start up， 即有创业的人入去啊，我会记，阮有办2场啦第一场是叫一寡因家己有做 start up 的这创业的青年来啦啊，因遮有诶是咧做时装的啊，有是咧做食的，有是咧做 gaming 的，有是做 social media 啊，有是 marketing 的这创业的人，我会记拢总有7、8个人拢总有7、8个咱这第2代这创业的人去参加。啊，第2场是邀请讲免要得到资金啦免得到 finance 这个人这用来另外一个团单啦啊，伫即个 ABT 伫南湾遮有若办一寡较轻松的较草根的啊，伊即个 series 叫做 Taiwanese Culture in Movie 有放一寡电影欣赏这嘛是在放迄个第大条店的即个电影这是魏德胜的电影
第三场哈。2023年哈，我开始一个叫做 My Story Our Art 基本上这是这个画展，还个兼这个 Art Talk。第一场，这是希望是讲会当讲有迄个无共款的咱台美人的画图，咱来集做起来的时阵，就变做讲咱有台美人风格的这个艺术第一张是阮兜办，这是这张图是阮后生画的基本上这是伊这个图名叫做迄个什么个，叫做仪式啦因为是咱原住民咧写字足神圣的一个仪式所以这种的 tattoo 应该是咱原住民的才有经过一个太阳花这个可能较像美国囡仔这物件而且咧甲写字代表讲伊有认同台湾，应该是差不多迄种的气味这是阮拄则 sponsor 过一个活动就是邀请一个现代舞台湾来这个现代舞的这个叫做方伊库卡，是用机器人这现代舞做伙跳舞因为这场是足好的机会啦本地这是台湾文化部赞助的节目啦伊透过台湾书院来本地是要去招台湾商会来合作安尼毋过台湾商会讲这文化去找联合基金会所以阮内底拄好有一个理事伊嘛是过去台湾商会叫做 Amy 就来推荐讲咱是毋是会当来甲这个来赞助这个活动迄费用诚大啦毋过我感觉讲哇这足难得因为这是含 Getty Center 那个 PSA Art and Science PST Art and Science Collide 这人来甲伊 sponsor 迄是算讲伫阮这南加州，毋是甲南加州，阮全国有名的这个艺术馆会当含做伙来 sponsor， 应该是一个足好的机会而且这个因这个 Tower Art 伊这个内底有一个校园的这个公馆，艺术文化的公馆的主任叫做 Campus Art and Culture Liaison director 这种的这个人叫做这个Michael Alexander， 有答应讲好恁若是来甲阮 sponsor 有答应会含咱做伙来做 fundraising 我感觉这是足好的足好的机会所以是第一场应该是主视频导办啦迄是这个题目叫做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Designer in the Age of AI 这是主视频引导啦这个相片倒边这个是 Iris Bending in Control 中这个是迄个奖券阮后生正边这个是拄则我咧讲迄个 Caltech Campus Culture and Art Liaison 这是这个会后大家集体伫遐翕相这是迄天的 flyer 这是第二场这个 flyer 是第二场的这个 ABT My Story Our Art这是去 Bendy 和 Iris 因兜办的这场办相当成功啦相当成功希望看今年的热人咱会当去办第三场无这个构想就是讲咱邀请这台美人来画图那个就甲咱介大先拢踮咱这个私人的这个厝来办若就甲到有一个数量的时阵咱较去招一个博物馆美术馆
来展览啦吼。哦，这是 Iris 引导在情形。迄天我料想袂到讲吼，咱台湾人来伫美国吼，我有一寡小可有名气的即个艺术家吼，像即位叫即位介绍是姓詹的，可能无记毋对去。哦，伊是一个雕刻家，啊，拢雕刻一寡台湾食的物件，较有台湾特色的雕刻。啊，伊的作品伫过去伫顶当吼，伫即个日美的即个迄个叫啥物 ？Japanese American Art Center 迄款吼，里头个遐连续顶要到三个月呢吼。啊，即位 George 吼，而且 George 即位吼，伊是即摆迄个Vincent James Vincent 还是啥物款？伫Montreal Park 迄边遐一间博物馆，伊是 chairboard， 迄委员会的 chair 呢，吼。啊，伊拢会晓讲台湾话，哦，小可 surprise， 毋是讲啊真好，但是介绍拢听有啦，吼。对，好的。即位吼，伊即摆是咧主要伊咧拍一个200的纪录片，啊，毋过伊即摆伫即个台湾研究中心圣地亚哥的即个大学吼，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伫遐上班，啊，伫遐负责伫遐咧教人讲，要哪用即个，要哪拍电影，要哪拍纪录片吼，即技术吼，咧共教即方面的知识。啊，这是迄间即个 panelist 啊，合唱，即合照。啊，即场是较早紧，这是阮教会办的，啊，主要是含即个生活座谈会合作。啊，生活座谈会是一个要到50天的组织吼，阮南湾生活座谈会。啊，生活座谈会伊原底本来的即个用意是要训练人安怎做公共演讲，啊，要哪开会吼，啊是差不多类似借用即个 Toastmaster 的即种的方式，啊，即个座谈会拢一直拢是用台语来咧进行啊。好，啊，即张也是。哦，讲到即个台湾文化论坛吼，啊 TUF 啊做伙合作吼，啊来伫邀请3个即个艺术家吼，啊一个伫法国吼，啊一个伊叫做陈其尚，伊是一个迄个造型师啦吼，啊种做一个 installation 的即方面的，啊台湾的部是请一个第二。较少年的即个艺术家叫做赵祖贤吼，伊是师大即个美术系毕业，啊，佮阮遮诶一个艺术家叫做陈文哲吼，啊，做伙来讲台美法三国诶台湾精神诶艺谈吼。这是。好，安尼咱即马就讲到遮啦吼，啊，煞落去咱就是开放要来 Q&A 吼，啊，伫 Q&A 的进前吼，咱是毋是请讲咱前会长迄个廖英辉姐吼，嘿，甲恁讲一下，好吧？哈。啊，今仔日我是受迄个梁公兄的邀请，恁的会长的邀请啦吼，主要是伊拄则有分几啊个人讲。迄款的迄个讲到 TUF 的过去啊，甲即卖的现在迄款的几乎 regular program 啦吼。事实上，梁公伫我咧做会长的时有真侪届甲我 express 讲，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已经爱做较侪对台湾的 culture 的 promote 吼。过去是音乐，也是叫台湾的 great performers 来美国表演，但是因的曲拢是
世界有名的曲啦吼，不管是交响乐还是迄个，当然即中间的插几个啊，台湾的迄个民谣，还是台湾的像萧泰然教授做的曲安尼啦。所以我要下台以前，我嘛想足久，我讲安尼中讲应该入来 TUF 吼，看落伊对台文的热情，对台文的推广，我正年轻的时阵看甲即嘛吼，所以伊有迄种坚持吼。这个语言甲这个语言的沟通是一个文化的代表嘛，所以我介绍伊入来 TUF， 伊拄则有讲伊的转型吼，你讲做沙龙的代志，这个拢是真好的一个无共款的形态啦吼，所以我是真鼓励讲继续以 promote 台湾文化内底有创作，有语言，阁有其他新的款的迄个台湾新的一寡较要怎讲较 innovation 的一寡甲遮科技有关系，可能嘛是因为咱台湾是真有名的迄个半导体的款的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 TUF 有真大的迄个角色对遮Joseph讲着已经40年啊吼。事实上，一个 organization 吼40年啊，可是足样的啦。我今仔日收到足侪迄个美国主流的 invitation， 咧讲迄个 Renaissance， 即个所谓的因有一个 Renaissance， 什么 luncheon 啊，什么话迄种的吼，因咧嘛是已经足久的啊，已经足久的款的吼，所以但是伊嘛是还搁伫 brainstorming 这种阶段，就是讲伊邀请足侪无共款的人。大家来讨论，因拢当然伊是拢去什么Jackson Hole啦，去什么所在，去大家好互相讨论吼。所以这个 discussion 甲 find a new way 吼，应该是 continue 啦吼。有一寡较 tradition 的，像这个Joseph在讲这个228这个新年日，这是咱家己真正足 unique 的，咱台湾人所遇到的历史的迄种包袱吼，迄嘛是一种足独特的无共款的迄个纪念安尼吼，所以我真欣慰，就是讲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到目前还阁向前行吼，是无简单的代志我期许讲即摆新的党书，嘛会当 brainstorming， 会用提出新的一款的新的要怎讲，对办活动。对新的 project 会变做固定的每年的真互大家会当吸引大洛杉矶所有台湾人会当来参加安尼吼，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啦。这个每一年做的活动，拢爱足大的 promotion， 才有法度要来参加。当然，咱加上迄个活动嘛是在 fundraising 啦。有 fundraising 这个组织才会当 keep going。你若讲就是古早都有这批钱就这样子，现在用欠用也是个方法啦。但是要突破，才有法度 last longer 啦。这是我的期待。多谢大家。好，多谢。足侪人想讲，较早讲咧赔50万，毋知开了后袂。大概报过还有40几万，所以无开始。照你讲，应该即马 stock market 一直拢过去这20年拢 OK 啦。对啦，我遮有看到吼，阮两个迄少年理事迄个Raymond 哈，Warner 哈 ，Raymond 是阮即个 fundraising 的 chair。Raymond, are you still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some fundraising stuff? Yeah, I'm still here. Hello. Hi. Hey, Hi, how are you? Well,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in fundraising for the past year. Oh yeah, I just try. So it's nice to recognize the fellow board members that I know. I don't exactly know who I'm speaking to, but maybe you're in Taiwan or maybe you're in America. But
I've been a part of TUF for about 15 years, and Simon was the one who invited me. My Daigi, 我在北洋共，但是我听得懂。Okay, so I can understand Taiwanese a little bit, but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really speak it when I was young because I was born here in the U.S. But anyhow, I am Taiwanese American. Both my parents are from Taiwan. My mom's from Taipei. My dad's from Taichung. And I'm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to go and eventually do the citizenship thing. But anyways, I do frequent to go back to Taiwan quite often. Last year I went back twice. And we also have TUF board members that also are in Taiwan as well. They used to live here in the US, but now they live in Taiwan. But pretty much all the programming that Simon mentioned about, majority of those programs, I was in attendance at to basically support and try to get mor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volved. I've had some friends that have also been on the TUF board. So most of us, the ones that are here, Josephine, Simon, myself, Rick, we've been a part. Oh, they've all been a part of TUF ever since I've been a part. So that's already been 15 years, and I just hop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keep going on in the years to come. Trying to come up with more ideas to try to generate some fundraising ideas, and just try to continue to keep raising money and put on events, try to promote it so that the community can have this sense of Taiwanese identity, which is important. Being that even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ere's so many non-Taiwanese, but they're also, whether they're American or whether they're Asian, like Korean or Japanese, sometimes they also like to learn about, what Taiwan is, and, what we're adding to the world. A little bit about me. I worked in the world of sustainability for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So, I did nothing but collect, 电视还是电脑还是手机, and helping to bring all those metals back and collect them. And then, in Taiwan, they're very technology savvy. So, last year I went back to Taiwan to attend Computex, the computer show. I saw Jensen there. And then I was also at CES this year in Vegas, and Jensen was also present as well. So it's always good, to see someone at least representing Taiwan. But, TTUF just tries to be more of a bridge to put on more events. So hopefully, we will come up with some good ideas for this year. Yeah, and then Warner is probably newer than all of us, but I'll let Warner talk a little bit. Hey, thank you, Raymond. Yeah. Hey, Warner, you want to share some words with us? Warner 是1.5代的，还是阮的即摆比 secretary， 阮这个 UF 的 secretary。Hello，大家好。大家好，你好，Warner。那你要讲你迄个当时搬来美国啦哈，我先甲你访问一下啦哈。你当时搬来美国哈，你即马当时参加即个 TUF 哈，你参加 TUF 诶，即个感想是啥物款？好吧？好，还是主要无听到哈。我是我啦哈，我是
3年来美国的，我算做小留学生啦哈。我台语无好啊，我是伫美国学的，所以我讲台语可能会像美国啊同款。我来时我是甲阿嬷带，所以就爱学台语啦哈。我是对2023年开始加入迄个TUF 的。我做的代志是秘书，主要是秘书我嘛会做把website 的物件我本身是 IT 啦哈，所以电脑的物件我较少啦哈。我加入迄 TUF 的是想有一个这任务哈，爱推广台湾的文化哈，会使甲我知影物件贡献贡献伫这台湾人的社区哈，安尼啦，安尼。这个翕相的啊，你拢摕我翕相啊。是啦，我有就侪迄兴趣啦哈就是翕相是一部分啦有当时可能是爬山啦哈，爬山啦，爬山爬山，爬。我呢，而且是 computer 的天才。无啦。computer 的天才，阮家电脑拢伊咧创啊。伊即摆是伫阮即个洛杉矶的 LA County 的Health Service， 管足侪人，伊管足侪人。是。好，多谢 Warner。谢谢。安尼吼，咱阁有差不多正10分的时间啦吼。即摆有要讨论的人，请举手啦吼，要发言的人，请举手吼。咱即摆 Open Q&A。大家拢无相片，要安怎举手？无相片，袂当举手。拢无 image， 拢是拢爆起来，拢袂当举手。歹势，我毋知啥，无法度创这个 video。你那个 camera 要按一下，有一个跟他 camera。I see, got it, yeah. OK。因为我敢若毋捌用这个。我拍袂开，嘿，我拄则有试过啊呀。OK。这个 Google Meeting 我第一遍用，我一直拢是用 WebDev， 是用迄个 Room 哈，所以我嘛有看 setting 但是 setting 嘛敢若。要紧啦，请你讲。我讲伤济话啊，我真欢喜，甲大家佫会当一寡 communication 啦吼。多谢这个会长邀请我来啊！有看到遮济少年的1 1/2 generation or fourth generation 吼因来参加是真不容易啦吼。所以甲你加油，大家加油呀！TUF 的咱上老啊，就是Rex 余中春还在，所以咱大家笑。Rex 底下我比较有看到看呀，余中无起来，无是 Rick， 我看是 Rick，I'm sorry 呀。是，因为我有看Nami， 我有看到Nami啦呀。对。我对遐嘛有看到迄个Stephanie， 敢是？是 Stephanie 退下去了，我明仔载回，所以就这样。可惜就袂当来，我要煮餐30几个人呢。对吼，我就是歹势遐尼远啊。我即马嘛真罕尼个出门啊啦，呀，所以我迄个时代，当然我甲梁公差不多age了，我袂用讲遐尼严肃啦吼，我差不多已经嘛是拢爱退堂伫后壁，若真讲有需要什么。特别的戏我才有出去啊啦呀。不过我感觉Simon 是榜样啦。是啊。咱无人为迄
迄个活动力，迄是实在是无简单啊。我真的不啊，伊有真好的贤内助啦。都有。Christine 哦，真个 support 的啦呀。所以无两个人吼，同心就较困难一点嘛呀。Yeah， 这是 Yeah，I understand 啦。你这大家拢 Christine 就搞的吼，给你拍扑啊，安尼。贤内助刚好要出声一个。Hi Christine， 贤内助的迄个相片是有咧举手啊。对啦，我有看到呀。OK， 所以 Simon 啊，搁再继续努力啦，努力，继续努力呀。多谢恁大家的鼓励，我就是徛伫后壁，我面嘛唔免出来。其实是无影啦，伊即马比我搁较活动啦。伊本来就工作啊，是阮教会活动无简单嘞呀。即马去做手语啊，做即个。是啊，伊即马搁做伫教会搁担任足重的责任嘛呀。伊比我较无用。我相信呀，Christine 真无简单，我已经退场啊。袂影啦 ，Simon 吼，伊逐礼拜，我是真佩服伊，逐礼拜六爱找新的人、新的材料。我就讲伊真。迄毋是逐个月呢，是逐礼拜啊，是啊。无啦，就是拢有遮好朋友，大家来帮忙啊。对，伊就是有安尼吼。嘴就好啊。所以你讲我敢会当家扣后骹，袂当吧？是啦，你有用头脑啊，有用足侪甲人接触的吼，互 keep you young 呢。你 brain 就是爱安尼啊。对。I create a new kind of memory。其实吼，我是讲咱到这个年纪吼，爱活动较有少年啦。像讲，即个做哩啦，你昨昏也做哩，你单会场啊。阮来办一个伊的新册发表会，伊个因某肖医师咧讲伊即马有即本册吼，了伊怎少年起来，无拢逐项吼。要做复健运动也无要做吼，即马有即个发表会吼，互伊安尼继续有活力吼，遮一个老朋友拢起来讲话，来鼓励，伊知嘛真欢喜吼。对。所以伊即马其实伊是得迄个 Alzheimer 吼，已经第3档癌款吼。对。Dr. Dennis Chen 吼是 old member of TUF 啦。伊是伊 one of the founder group 啦吼，伊当你若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对什么物件足执着，有迄个 compassion 的时阵然后，我真 surprise， 伊即届等于台湾，甲伊的作品，伊的伊画遐 sketch 摕等台湾，真正有法度出版，他真的是很厉害呢。伊有找到对人，甲出版这本册吼。这我就佩服伊的，这是他最高兴的啦。他把这个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哦。我是迄当阵游民权甲我讲，伊等于台湾的心，干他炸家的物件尔吼。我当阵想讲，伊炸迄物件要创啥安尼，我有安尼想，但是我无想着讲，因为迄当阵伊就小我灰啊，毋对无？我就拜托迄款的 Stone 讲伫台湾一定去甲伊联络着有法度甲照顾安尼吼。我无想到伊迄款的 motivation 要等于台湾，就是要拿这些回去，有法度甲 publish。所以你讲伊 lost some memory， 但是伊知影伊的方向伫倒，伊要创啥？这是足无简单的呀。伊一直甲我讲吼，讲爱用白话语甲出版一遍啦。我讲无安尼讲用英文。毋过昨昏去听伊的遐演讲了吼，我讲要这翻做台语可能是较困难度啦。伊是讲迄名词吼，遐医学名词。迄个 procedure 的名吼，迄个足歹翻呢。足歹用白话字去解说对，没有错。
medical terminology 有伊 specialty 的所在，伊对做这种对拉丁来拉丁文来的嘛对，吼，所以你若人看无的时阵，都毋知影伊迄个漫画内底咧讲啥嘛，对啦对啦，嘿，所以有一寡困难度啦。嘿呀，OK，安尼无，若无咱就今仔日就到遮哦。啊，要讲的人还佫有最后的机会哦，无咱就要停啊哦。 OK，好，大家再见，嘿，好，安尼感谢啊，安尼后礼拜若有时间过来见面啊。行好，OK， 哎，good night，good night。来。来。 Good night， Good 拜 night 拜拜拜。